咚咚，麥咚咚，麥咚咚，麥咚咚，豎起耳仔窿。放慢腳步，一齊聽故仔，認識世界奇趣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成康，今年5歲，我好中意聽麥咚咚，我最中意新年茶會嗰集。我有個謎語想問你哋：黑色房間兩面開，白衣姑娘走出來，猜一種新年食品。又黑又白，唔通係我中意食嘅芝麻湯圓？記得聽到最後揭曉答案啦！大家去過年宵市場未呢？每年農曆新年之前，香港好多區都會喺球場或者空地度舉辦年宵市場，有好多應節嘢賣㗎，好似蓮花啦、風車、賀年食品，仲有一張張嘅揮春添。揮春上面寫嘅祝賀說話，好多都有動物或者好意頭嘅物品，全部都唔係亂寫㗎，每一句都有自己嘅意思同祝福。如果講錯或者貼錯位嘅話，仲會變到怪怪地添㗎。今次我哋嘅故事就係發生喺年宵市場入面一個專賣手寫揮春嘅檔口。呢個檔口嘅老闆就係陳伯啦，佢寫得一手好靚嘅毛筆字㗎。嗱，睇下先，龍馬精神，如魚得水，鯉躍龍門，每一張都係陳伯好用心鐵畫銀鈎咁寫出嚟㗎。呢日係年28，陳伯忙咗成日，終於都可以收工啦。哎呀，執好晒啦，望埋聽晚呢就收爐，今晚早啲返嚟唞下先。陳伯用布圍住個檔口，跟住就返屋企休息。不過呢，檔口入面有啲嘢仲未想唞喎。龍馬精神將揮春上面嗰隻馬搭下4隻腳。哎呀，企咗喺度成日啊，趁而家冇人見到，等佢喐動下伸下啲筋骨先。隻馬四圍望，咁啱見到隔離張如魚得水嘅揮春，就眼前一亮。好嘢，有水玩啊！佢諗都唔諗，呼一聲就跳咗去隔離張揮春度。不過隻馬太大隻太重啦，佢一踩落去，水池啲水就飛晒出嚟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啊？張揮春寫住如魚得水，即係話有條魚噶嘛。原本條魚游得好地地，但係隻馬一跳入嚟，哇！爭啲就俾佢踩中，仲同飛出嚟嘅池水一齊飛到上半空啊！條魚轉啊轉，好似跳水比賽咁，喺空中翻騰3周半。咦？點解轉轉下變咗2條魚嘅？多咗嗰條係鯉魚嚟嘅喎。啊，係鯉躍龍門嘅揮春度出嚟㗎。咁啱得咁巧，頭先嗰條鯉魚都跳緊上去個龍門度，點知就俾隻馬踩起嘅水花波及埋咯。呢2條魚飛啊飛，飛過咗身體健康啦、笑口常開同埋家肥屋潤啊，最後跌咗落去虎虎生威度喎。顧名思義，虎虎生威呢張揮春上面有2隻老虎噶嘛，佢哋呢本嚟就練習緊點樣威風凜凜咁樣哮叫嘅。點知佢哋嗌嗌下，嗰2條魚就從天而降，仲跌正喺佢哋個頭上面，遮住咗佢哋對眼啊！2隻老虎嚇到大叫：哇！乜嚟㗎？有嘢襲擊我哋啊！快走啊！哇！佢哋雞咁腳咁周圍走，跑跑下，跑出咗自己張揮春都唔知。而家張揮春冇咗2隻老虎，變咗做魚魚生威。2條魚頭暈暈咁話：呢度喺邊度啊？唔知啊，好暈啊！我哋睇返2隻老虎啊，佢哋慌失失咁跑啊跑，完全唔知自己跑咗去邊。突然間，
哇！有啲咩跑嚟跑去啊？哎呀，太快啦！不如到底睇多次啊！呢度啲菜好好食啊！係啊，又甜又多汁添。咁要食多啲啊！哦，原來呢度係三羊啟泰嘅羊欄。呢3隻羊本來滋滋悠悠咁食緊草，佢哋食下就聽到撞爛嘢聲，抬頭一望就見到2隻老虎衝緊入嚟啦！有老虎啊！3隻羊嚇到鼻哥窿都冇肉，佢哋一路咩咁叫，一路橫衝直撞，向住3個唔同嘅方向亂咁衝。哇！左邊撞爛嘢，右邊又有嘢飛起，中間仲成地都係嘢碌嚟碌去。哎呀，我哋睇咗左邊先啦。第一隻羊衝入去花叢入面，嗰度有桃花、牡丹花、水仙花，全部都係蓮花嚟㗎。不過呢隻羊呢，就喺裏面捐嚟捐去，跟住隻羊就鼻敏感啦。另外一邊嘅羊衝咗上帆船上面，隻船俾啲風吹到搖下，隻羊就更加驚啦，就係咁撞咗埋船缸度，撞鬆咗船頭塊帆布。而第3隻羊呢，佢唔止撞冧晒啲蓮桔，仲將跌落地嘅桔仔周圍踢，啲桔碌啊碌，好多都碌咗去其他揮春度啦。到咗呢個時候，大家都分唔清究竟自己係喺邊張揮春嚟啊！天光啦，揮春上嘅大家終於都停咗落嚟。當陳伯返到嚟開檔，見到啲揮春，嚇到擘大個口得個窿啊！唔係啩？龍馬精神冇咗隻馬嘅？呢幾張羊開富貴、大洋大利，點解會亂晒龍噶？哎呀，唔通我眼花，定係我尋日太攰寫錯咗呢？哎呀，就嚟夠鐘開檔啦！咁多張揮春要執翻好，我一個人點執得切啊？睇嚟陳伯需要大家幫下手，不如我哋一齊幫佢執翻啱啲揮春啦。我哋試下執頭幾張練習下先。第一張係龍乜嘢精神？呢個應該好簡單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講個答案出嚟啦！龍馬精神，冇錯啦！龍馬精神係祝福人哋好似龍同馬咁，又威風又生猛，做咩都精神爽利。第2張係大羊大利，呢隻羊應該唔係喺呢度嘅喎，咁應該係大乜嘢大利呢？大吉大利，係啦，大吉大利上面嘅蓮桔同吉祥嘅吉字同音，而且金黃色嘅桔仔果實仲象徵住財富，有好多收穫咁啊！所以我哋成日都見到新年嘅時候，大家會擺蓮桔㗎。第3張魚生威，2條魚有幾威武啊？咁應該就唔係魚啦。有啲咩動物係好威風嘅呢？虎虎生威，係啦，係虎虎生威呀！呢句係祝福人哋好似老虎咁威風又有氣勢啊！多謝大家幫手啊！陳伯可以攞住執好嘅呢幾張開住檔先嘅，不過仲有好多張揮春未執好，我將其他揮春放咗喺資訊欄嘅連結度，大家可以下載落嚟繼續幫手執翻啱噶。我都係過返去幫陳伯手，順便叫佢幫我寫張步步高升，祝我哋嘅收聽率步步高升先。陳伯，恭喜發財！嚟緊就係農曆新年啦，大家嘅屋企係咪都準備好揮春全盒同埋好多賀年食物呢？
雖然唔係每個小朋友住嘅地方都有濃厚嘅過年氣氛，不過好多小朋友都記得要趁呢一個機會，將新年嘅祝福傳俾佢掛住嘅人㗎。不如我哋一邊聽祝福錄音，一邊玩遊戲啊！我會將啲錄音呢分咗3部分，每部分都有問題㗎噃。首先，我哋聽下第一部分嘅祝福錄音中，年紀最細嘅小朋友係幾多歲？大家好，我叫林靜安，今年5歲。我想祝住喺香港嘅爺爺、媽媽、爸爸、姑媽、姨婆新年快樂，心想事成，耶！我係小遠，我今年4歲，我住喺新澤西。祝我姨媽 Happy Birthday， 祝全部人新年快樂。我叫劉柏日，祝公公婆婆、爺爺嫲嫲身體健康。我叫江海樂，今年4歲，住喺多倫多。我想同住喺加拿大嘅爺爺嫲嫲、伯伯伯娘、日知香港嘅公公婆婆、父父母母、媽油太陽、姑媽，仲有住喺溫哥華大夫婦、大母母、嘉琪靜靜、朝朝講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大吉大利。Hello， 我係曼妮，我今年3歲半，我住喺墨爾本，我想祝媽咪、爸爸、婆婆、香港嘅各位姨婆、Josephine姨姨、Nancy 婆婆，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馬上有錢。大家好，我叫 Asha， 我想祝大家新一年萬馬奔騰，心想事成。大家好，我係泳彤啊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叫孝孝，我今年係5歲半，我住喺沙田。2月25號係我哥哥仁仁生日，我祝佢9歲生日快樂，越嚟越錫我哋，祝佢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財源廣廣，大吉大利，多謝各位。大家頭先有冇留意到呢？年紀最細嘅小朋友係3歲半嘅曼妮啊！第2部分嘅賀年祝福，我哋一齊數下出現過幾多次身體健康。我個名係麥子琪，我想祝表妹表姐麥貝琪同埋朋友新年快樂。我叫子希，住喺奧克蘭。我祝所有親人同埋我嘅朋友仔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但好多利是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澳門嘅 Amber， 我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上有福，恭喜恭喜！我係喺加拿大嘅 Crystal， 我今年6歲。馬年老祝大家龍馬精神，笑口常開。我想祝嫲嫲、公公、婆婆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香港嘅思婷學業進步，英國嘅大橋細橋快高長大。VVEE 越嚟越靚，幾時再同我打怪獸？仲有，祝麥東東越嚟越多聽眾，祝故事燕子身體健康，青春常駐，恭喜發財，利是到來。我個名叫做岑恩浩，我住喺加拿大，我今年7歲，我想祝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馬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笑口常開。我係梁少婷，喺澳洲，我7歲，我祝公公婆婆、爺爺嫲嫲、舅父舅母同埋龍馬精神，健健康康。Hello， 我係林心宇，住喺香港，今年6歲，祝大家出入平安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澳門嘅 Sheldon， 我祝澳門嘅小朋友快高長大，仲有祝我嘅家人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，耶！
頭先身體健康出現過5次，你數得啱唔啱呢？喺聽最後一段錄音之前，我要同頭先投稿嘅殷浩講 sorry 啊！上一個月呢，有一個錄俾你嘅錄音，我漏咗播啊！我哋而家補返聽啦。多謝台長用心製作乜東東豎起耳仔窿，殷浩佢好中意聽你哋嘅節目啊！佢每一日坐車同埋喺屋企都要聽好多次。我哋好想喺呢度祝佢1月27號生日快樂，祝佢快高長大，身體健康，返學開開心心。補祝殷浩生日快樂！多謝你哋咁支持乜東東啊！最後一個部分嚟緊係馬年喎，咁我哋就一齊數下跟住嘅錄音提過幾多次馬呢個字啦。我個名叫麥貝琪，我住喺 Sydney， 我想祝全部人馬到功成。大家好啊，我係佩芝啊，我祝香港嘅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新年快樂，仲有台長，仲有我香港嗰啲老師，仲有我啲同學，大家好似一隻馬跑得咁快啊！我叫劉柏賢，祝公公婆婆、爺爺嫲嫲大吉大利，金銀滿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住喺香港元朗嘅千千，我祝媽媽、爸爸、嫲嫲、爺爺、公公婆婆、屋企2隻貓和乜東東都新年快樂，團團圓圓。Hello， 我係001，祝公公婆婆、表姐陳怡章、表弟陳奕章、阿姨、姨丈、舅父、舅母、公公朗朗、公公朗朗、婆婆、姨婆、表姨、小子哥哥、雪姨姨、婷姨姨，仲有黃陳淑英，小學小朋友，梁校長，所有老師、工友姨姨，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大吉大利，出入平安，笑口常開。你聽鑼鼓響一片，聲聲送舊年。大家好，我係榮心啊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龍馬精神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係郭廷浩，馬年快樂 from Melbourne。Hello， 我個名叫李月晴，我想同香港嘅婆婆、嫲嫲、爺爺、舅舅講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心想事成，同埋我愛你呀！今次大家又聽唔聽到有幾多個馬字出現過？答案係5次。聽完大家嘅賀年祝福，我都覺得好熱鬧，充滿新年氣氛啊！玩得咁開心，唔捨得停添。不如俾多個特別任務大家。如果大家喺改頭先故事嘅揮春嗰陣，又或者拜年嘅時候，聽到或者見到一啲未見過嘅賀年祝福，不如揀幾句錄影或者錄音講俾我聽，我會將年初7之前收到嘅錄影剪接成為特備節目，連埋個揮春答案同大家分享㗎。最後祝各位大小朋友如意吉祥，身體健康，笑口常開。米黑色房間兩面開，白衣姑娘走出來，差一種新年食品。Ova， 係咪有小朋友可以幫手估答案啊？我叫 Anna， 今年6歲。我叫 Finn， 今年8歲。我哋係住喺紐西蘭度。我知道答案係黑瓜子，答案就係黑瓜子。因為黑色嘅瓜子皮好似一個房間咁，然後搣開嚟有一個姑娘係好似白色嘅瓜子樣。聲音團隊考考你，靜康小朋友提供 IQ 題， Finn 同 Anna 小朋友幫手估答案。揮春大兜亂，故事燕子擔任故事人，紅 A 叔叔扮演陳伯， Carsten 小朋友扮演馬，柏賢同柏日小朋友扮演老虎，浩雲小朋友扮演鯉魚，曼妮小朋友扮演魚仔，千瑩、千穎
同埋梓彤3位小朋友扮演羊，特別鳴謝各位家長協助錄音。故事創作、節目資料搜集、文章編寫、剪接及製作，故事燕子。